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继续来看高雄南马溪基南路顶有一栋社区大楼起28年啊，讲这个外口边态度一直咧落，袂输是咧落态度好共款。这个社区的住户是提心吊胆咧过日子。相关的单位接到通报，第一时间到场来打告示，爱大家出入小心，嘛要求管委会爱赶紧来改善，要若无将会依法来罚款，相关罚30万。喙齿的色的态度，闪闪落落，咱伫咧人行道都和大路顶让人看到态度，吓死人了！对啊，那这样人说他平平飘飘了，都是一大片一大片往下掉啊！听到乒乒乓乓声音，大家拢会惊，甚至有民众烦恼会扣结着，就徛伫咧大路等公车，伊来到大楼搁较喊，其实是互喊破一个坑。大楼路口几个壁，唔若歹看，搁危险。尽量不要走外面了，所以你要工作可以，可是你的安全帽要戴着。逐工拢嘛落，迄是有当较无严重，较严重尔，较严重的迄落落来，整个尘土飞扬。哦，很长，就是掉落的时候刚好就在你旁边。这栋伫咧高雄南马溪基南路起桥28年的社区大楼落太路口，住户若经过这，逐工心惊胆吓。那时候政府好像有补助一半。可是因为没有大家全体通过，所以就不了了之。然后你看20年超过了嘛，慢慢掉。管委会表示是因为年节将到啦，他们派工上面有问题，会尽速派工尽速完成。如果因为外墙剥落导致他人损害的话，那这个住户呢也有可能会因此而负起相关的民事跟刑事责任。相关单位伫咧大楼四周围打广告，不过都无看到大楼做安全防护的措施，而且经过深入了解，才租厝的人多，若要彻底修理好势，恐惊经过长期控制，来发生这个情形，若厝修久，材料品质、时间疗效，未控制，互风台大雨灾难。所以干务局嘛呼吁大楼管委会伫咧过年前，甲楼口的壁洗清气、修理好势，这袂互民众经过这发生意外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